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7月13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3，行为模仿。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06篇、107篇。RPG 我们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07篇43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在麦尔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说过，是想神的应许，他愿施恩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有历代圣徒经验的记录，在宇宙间，他的性格与作为比比皆是。是啊，说的真的很好啊！神的应许，神的慈爱，神的印证，在世世代代的圣徒里面都记录下来在诗篇我们今天如果看106篇，跟昨天的，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透过他们怎么被神一路的带领，这位神是信实的。而我们的圣经不多说，就说我们现在读的旧约，如果您可以探究旧约的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哇，我们大概真的是就是起来赞美这位神，因为圣经的形成本身就是神迹奇事，如果没有神的手哎呀，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读到今天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上这么完全这真的神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人来读和用诗篇来祷告的时候，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其中的因素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有行为的模仿。行为模仿有2种，一种就是好的行为，我们就是把它捡起来，我们按照好的行为我们模仿来做，我们就会越做越好这个其实不难，在我们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学习，我们先这样子做，我们先这样做。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其实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在早期在奥古斯丁，昨天我们有提到奥古斯丁，其实他是一个修辞学家，他非常会讲话，他非常会讲道。那时候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人，资讯也不是那么完全，那么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讲道者或者是修辞的人，讲话的话要很好听，甚至能够有这个辩论的能力，或者是能够说服人的能力，其实一开始都是从模仿，所以就背人家讲过的道，把它完全背起来。你会发现我们从讲到历史里面就会发现，这些人把它背起来再去讲，用他的生命跟大家所认识的，哇，同样一篇道讲起来不一样，听众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话在这些同样讲出来这个话像圣经一样的，但每个人来读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起的改变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用诗篇来祷告，哇，那改变的因子，今天这一次音乐牧师有列了10样，其实应该不止但是因为我只有4天但我想神会在你身上，你会继续在写那个改变你的因子是什么。而今天106、107，我们就从他们的行为是另一个方向，他们做了这些不好的，我们要学起来，我们可是不要跟他们重蹈覆辙我们要知道这些成为我们的警戒。从哪边呢？106篇开始，他说我要来赞美神，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一开始他先说，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个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是
其实他讲得更明白，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但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一群百姓呢，在旷野大起欲望的那种心，在荒地试探神。他们将他们所求的神赐给他们，却使这些旷野的百姓心灵软弱啊！他们嫉妒摩西，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啊，地就裂开啊！哇，这个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啊，在火中，他们党中就发起有火焰烧尽这些恶者。接下来他们又造牛犊，哇，真的是都把神忘记了啦。106篇21节是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哎呀，求神怜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别人所做，以色列民他们在出埃及旷野他们所做的错的事情，我们会一直说，哎呀，像106篇43节，他屡次搭救他们，神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神听见他们哀告的声音，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持续来怜悯。哇，这位神持续听人的祷告。最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多百姓，他们出埃及旷野的过程，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神眷顾他的子民，他的选召的领袖摩西，他是敬虔的，他在他面前迫切的祷告，神听见了，一次一次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真的看不过去，也劝不回他们，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被领受这样的职分，我们要起来成为守望者，我们要来祷告哦。这个祷告是要成为一个守望，不让恶者，不让我们最亲的人他们走错路。我们知道持续107篇就是带着感恩的心赞美，因为107篇的诗人呢，已经来到了他们被掳归回，劝百姓一定不要忘记上帝对他们的爱，永不改变的爱，不要再得罪神。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是被抓去的，被敌人的手中抓去而被救赎回来，我们心会非常感谢感恩的。107篇道尽这样子的赞美。音乐牧师的原住民的朋友其实他也是拯救我们孩子的一个传道人，在他的部落里面，其实在去年柬埔寨的事件，其实部落有很多的家庭陷入那个围困中，但神真的是听人祷告的，也赐给人智慧，把他们一一救拔出来。那救拔出来之后呢，其实救拔出来以后，就是要用信仰建立他们，否则在他们的部落的外围而已，其实这个组织都还在的。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很像是教会里面的那种群体，吸引他们，让他们就在部落的前面，他们不去教会，不去青年团去，他们而是去参加这个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其实心很痛，因为他们好不容易从去柬埔寨这边，很多人发起捐钱，透过神给的智慧跟管道把他们救出来。真的是犹如这个107篇43节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啊，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唯有将神的话让他们的生命跟神是深深连结，否则就一次他们还会自己再去，因为那边有天头。我们心真的很痛，其实我们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主为什么奥古斯丁很多名人他们要用诗篇来祷告？今天我们祷告到这2篇，我们就是要警醒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默想，是从106篇所记载有关以色列人的悖逆，找出他们问题所在。他们的问题可否作为我们的渐进？因为也是我们的问题。神在哪一方面恰与他指明的表现是相反？我们的主中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他是信实，而且他是全能的，我们可以全心依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从我们的历代诗篇所提到的这些我们历代属灵的前辈，他们所经历错的事，主啊，愿我们避开这些，愿我们留心听，我们思想主你的慈爱，我们也知道主你是公义，我们靠着主你要成为得胜的人。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也要因着你，我们要再一次来得胜。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要得胜哦，靠主来得胜。我们明天见。